们这个工程是以预压密的工法来做我们的路体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在预压密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我们的路基的基底它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土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各个机关的沟通协调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厂商还有跟主办机关这边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很开心，就是在第5届的公共工程的一个优质奖呢，能够得到特优，那也很谢谢各位评审委员的一个肯定。最主要的特色是它有2个，一个转弯，就是说还有要考虑到一个生态环境，一个路穴的一个路径经过行景，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施工过程要考虑的。那这个也是因为这次获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它的设计采用低冲击开发的一个模式，我们都是用高压透水混凝土砖来造就一个海绵城市跟以往不同，因为以往都是钢筋模板混凝土导致我们的一些排水系统水没遇到100年豪大雨的时候。水没办法有效的渗透，也算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肯定因为地政局在台南市政府长久以来对于区段征收跟土地开发非常的用心，那也是因为也有找到好的工作团队所以说也是非常谢谢那个台南市政府办这个活动。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我们做了2座滞洪池。来吸纳这附近地表的径流，让这边不会淹水。那并且呢，也建置了1座抽水站。很高兴这个工程呢，除了获得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的优质奖之外，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呢来到我们现场做不预警的工程查核呢，也荣获甲等的殊荣。那么在今年112年呢，我们也同时获得劳动部职业安全署第17届优良公共工程的金安奖。市长对公共工程的品质非常重视，所以说在这5年当中里面，我们的件数是越来越多。尤其去年是在25件，今年已经增加到41件。有奖项就会有诱因，就会有好的，包括设计公司，包括营造厂商来进来。那对整个设计公司里面来讲的话，它整个以后将来它来参与我们的评选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加分。对营造厂商来讲的话，它如果假设得到特优的话，它有2年的，包括它的押标金，有投标时候的押标金，跟履约过程中的履约保证金，以及它完工以后的一个保固保证金，都可以获得减半。所以说以后它对它整个投标的一个负担就会比较小一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年是第5届台南市的公共工程品质的金质奖，还有优质奖从我当市长之后第1届开始举办，目的是要为了提升台南的公共工程品质。因为只要能够获得我们的肯定以后，另外也是鼓励将来在投标标我们台南其他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它能获得一些优惠。同时，如果能够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工程品质的话，那将来不管在全国性的评比，或是投标到其他县市的公共工程，都会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另外，市民也得利，因为公共工程品质提高，市民就享受更好的工程服务。那对厂商、对市民、对市府都是好，这是一举3得。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2月27号礼拜3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动用第2预备金450万来买50台电动警用巡逻机车，今日举行新车启用典礼，市长黄伟哲也到场，肯定警察人员的付出。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为着提升执法效率，添购50台电动警用巡逻机车，配备用警示灯，车身前后拢加装行车记录器，方便警察巡逻的时阵拦查修正使用。
这批机车也伫咧27号正式就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让警察一方面巡逻的时候，能够让民众增加见警率，一方面他使用机车的时候又能够为环保尽一份心力。那这点我们是非常谢谢警察局能够用很高的效率能够采购完成。台南市府特别动用第2预备金450万来添购这批电动警用巡逻机车。市府未来将这支为警用设备的更新甲采购全力支援，提升打击犯罪能力。因为二倍金结算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哈。那但是也谢谢官方机车，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用共同供应契约，直接采购的方式，能够让警察局得到在过年前，这也是迟来的耶诞礼物，也是这个过年新年的礼物，能够让我们警察同仁能够有新的巡逻车。巡逻机车可以用。市长柯伟体也亲自试骑电动机车，后座议员林彦竹也比大舅母而乐，感谢所有警察对台南市的治安交通的辛劳付出。警察局表示，这批机车将分配到第1分局、第5分局、含永康分局。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为了解决专门客造成安南区淹大水的问题，政府编列90亿的经费，兴建12点疏洪箱涵。这工程也经过今年8月份风台考验，证明未搁再淹大水。上讲，当地用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工程完工。安南区12点本来地势就较低，加上旱象通风断面不足，一个大雨专门客不中，就真容易造成电东、电西等区域严重积水。不过现在经过中央地方齐心整治，以专门客入口处为例，本来只有10米，已经拓宽成27米，而且采取防洪绕道的做法。今年地方已经印证未搁再淹水。27号以办喜事的心情，盛大举办完工典礼。一曾文溪排水12点疏洪箱涵正式竣工。他这边走这条新的道路之后，我们只要征收这个大概600米左右的一个道路。另外，我们是走台江大道的下游，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划可以彻底解决12店的疏洪的问题，的淹水的问题。另外，我们对整个施工期间对12店聚落的生活影响最小。会中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以回来后头厝的心情，肯定中央地方合作，完成安南区上界困难的排水工程。但是这个所在确实真困难，所以迄阵真配合咱水利局的团队，跟水利署共同合作，提出这个分洪的计划。经过112年，咱嘛是8月10号，迄时阵的这个急降雨，很迅速的这个退水的形象大家拢有看得到，表示这个防洪治水的排水设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看到回顾过去淹水的画面，里面对由头革面到出现安慰的笑容，和一路拍拼争取治水牛生的立委陈廷辉相当激动。过去咱讲的专门溪排水的改革，可是我们这一块是新的嘞。今嘛这个分洪道是后面大家发现没有把它分洪是没办法的，靠我们原本的规划是无法度的，所以我们才又争取了这个分洪道19亿，有土地有工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中央。该工程总长1.9公里，总经费91亿，分4标来进行，并且提早伫3天半就完成。同时规划多功能防灾广场，让大家共同见证安南区12点长期治水化解水患的历程。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第3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廷飞27号展开连续3天庙宇行脚之旅。上午甲支持者离安南区13点庆新宫出发，要加配安南区16寮。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伫个服务处人员的陪同，对安南区服务处所在地庄头庙13点庆新宫来集合，有着庙宇的主委甲监助人员陪同，
首先向主事的地府千岁来上香，祈求选举顺利。3拜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2号陈廷辉，为台南而行，为台湾祈福。恭请13殿庆云宫地府千岁开特性资亲新荫庇佑有113年1月13日，天公岁次癸卯年12月初3日，立法委员选举会当高票当选，祝福黎明。立委表示，因为台南每年将迎接400档的历史，而且今年嘛是台港建增200档。为感念先人辛苦的开垦，伊嘛将以谦卑行路的方式，要用3天的时间行遍安南区的16寮。其实你用亲身行行伫这个每一块土地当中，那个感受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希望说，过去在16寮的僧庙，他们每一次的庙宇行脚都是用行。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很大的症状，重点是陈廷飞自己一个人在乡亲陪同之下，然后呢能够来走遍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且走行伫这片土地当中，你会当这个感受到这个土地母亲的爱。啊嘛，因为有这块母亲，才会当互咱伫台湾会当更较大汉，会当行遍全世界。啊，这嘛是这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发想，用3天的庙宇行脚为台湾祈福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第一站对13殿庆行宫来出发，沿着本湾街到活中溪路到总头寮的兴安宫。沿路上，陈廷辉除了一一甲过路的民众来握手问好，当着徛街的民众嘛一一甲因握手。预计2月9号将到北区的大港寮啊、甲亭仔寮顶，将实行历史上台港内海的区域，为台湾来祈福，行出台南好的未来，互台湾更较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4间学校明年1月3号将要举行浪漫歌咏4月联想音乐会，先举行宣传记者会。现场阁邀请荷兰好歌星马丁·赫肯斯担任神秘来宾，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台南市溪南地区音乐国小、大社国中、大桥国中、后甲国中，明年1月3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联合音乐会，到时将演奏莫扎特歌剧魅影等11首中华知名歌曲。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音乐响宴。其实我也听了几场我们学生在这个文化中心那边的演出，所以说非常的令人感动。教育局先伫英华市政中心为音乐会来做宣传，市长恩伟体亲自出席以外，更邀请荷兰美声 Martin Hawkins 替学生来加油打气。你为我爱，你有我深，我爱你有几分。用中文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用音乐甲学生热情交流。这4间学校拢是台南市上好的音乐教育学校。市长恩伟体相信，这学生会有更加好的音乐表现。同时，作为文化之都，台南也将持续努力前进音乐教育。从小学端到国中，我们也希望跟高中有一些互动，有包括市立的高中、国立的高中、私立的高中，都能在音乐教育上有更好的衔接。台南市教育局鼓励台湾发展。这次第1摆办理联合音乐会，除了提供学生音乐展演的机会，也会当提升演奏技巧以及歌曲诠释的能力。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2024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31号暗时，利用华市政中心举办跨年演唱会。今年阁特别准备3分钟的宴会表演，其中有400发年式宴会。代表跨年以后要来迎接台南400，非常特别。2024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又有新的惊喜。伫个31号，
樱花市情中心的跨年晚会现场，嘛将释放长达3分钟的烟火秀，总共将近3000发的烟火，要甲现场的民众共同来迎接2024年，做伙见证台南400的重要里程。这届烟火秀由着开基玉皇宫来赞助，特别融入卡斯，除了有红色的爱心意象，象征爱甲包容。另外嘛，融入每年的生肖龙年，就亲像一尾飞龙在天，希望好运会用的隆重来。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市为6月份出现本土提高的以来，市府动用相关单位共同投入防疫。现主时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市长黄伟哲特别颁奖，表扬因的付出。天高力历经半冬的时间，现在已经将伊趋缓。为感谢所有协助防疫单位以及市民志工，台南市政府27日举办表扬典礼，邀请参与防疫国军兄弟、学校团体、社区志工等来到市府接受市长黄伟哲表扬。非常感谢国军弟兄的支援，总共动员15000嘛，15900多人次，好，包括39化兵群、54工兵群，好，弟兄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动员200位，好，来帮忙这个做化学防治，还有做这个水防治，好，这个水雾，还有这个化喷，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来做领喷，还有做强力滋清，更感谢我们的所有环保志工，在大规模这立业巡、清的巡的帮忙这几瓜，包括巡道清刷，包括一些积水容器的清除，这些没有这些疫情一定更严重。市府表示，陆军8军团39化学兵以及54工兵群，至今总共支援19000多人次协助防疫，各区里400多队防疫志工，嘛动员20万人次。每礼拜进行社区积水容器巡查，彻底清除滋生源。市府也呼吁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天高力防疫习惯，平常时爱顺看社区周遭环境，落实巡倒清刷清除户内外积水容器，杜绝白白网的滋生，才当有效抑制天高力发生。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吉米病院甲中山大学111年签署合作，日前正式伫吉米病院内面成立精准甲循环医学实验室，促进医学的教育甲专业。财团法人吉米病院伫2天前，甲国立中山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2天来注重加强学术的研究，甲人才的培育。日前，并且伫吉米病院正式成立联合精准医学的实验室。甲循环医学的实验室以及教学办公室，希望培育更多跨领域的人才。3、2、1，请揭台。大家请热烈掌声。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国立中山大学举行联合实验室还有教学中心的揭幕。那奇美医院跟中山大学签署这个合作备忘录已经大约2年，那这2年的当中，中山大学也开始招收后医系的学生。那我们这边的医师，还有一些医师人员到中山大学共聘的达到40几位，那也有20几位的学生到中山大学经念博士班、硕士班。那今天最主要是我们的精准医学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心脏循环的联合实验室，还有教学中心的联合教学中心来揭幕。那希望这些揭幕能够促进奇美医院跟国立中山大学更深切的合作。中山大学我们非常庆幸有奇美一流的教学医院来跟我们共同来培育台湾的优质的这些医疗人才。
那中山大学后医系成立我们学生已经有第2届的学生进入到中山大学。那回想在2年前非常感谢我们奇美在邱副主委，他当时是邱院长，他的团队的全力的一个支持，然后我们建构起一个这一个医疗人才怎么样透过双边的一个科研能量，从医学临床到这一个人才培育，到医学科学的许多的一些研究。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表达对奇美医院团队的一个感谢。伫这2档的合作，中山大学伫成立后医系以来，包括专兼任合并机密的医师，师资有45位，合写论文将近200篇。离机密病院的医术专业人员，伫中山大学进修，嘛超过20人以上。望未来伫精准医学、循环医学、甲医学教育方面，双方有更加密切的合作，为未来医学扎来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台南特色美食，一定会讲到牛肉汤。台南一间牛肉汤业者特别推出全牛宴，不管是牛各部位的肉、腹内、牛尾、牛皮，甚至是牛蛋蛋，全部拢有。台南的牛肉汤，汤头甘甜爽口，肉质新鲜软嫩，是许多消费者的最爱。红品牛肉为将台南新鲜牛肉推荐给更多国人朋友认识，特别将牛各部位的肉摆盘分类，不管是肋眼、前胸、后腿，或者是脸颊肉，这里通通都有。全牛宴里面呢，它包含脸颊肉，然后各个部位不同的肉，然后包括内脏啊、牛心、牛肝、牛肚啊。除了各部位的牛肉以外，就连牛皮、牛尾，甚至连牛的蛋蛋，老板张志宏也都能拿来料理。最特别的就是我有一道料理，就是3杯牛皮跟宫保牛蛋蛋，这是应该是外面全牛宴比较没有的。一般外面全牛只是牛肉而已，但是我是真正的把整只牛端上桌。这道全牛宴几乎将牛的全身上下通通下锅料理了一遍。张志宏也依照各部位的肉质与口感，精心研发出3杯牛皮、宫保牛蛋蛋、九尾鸡牛鞭汤等特殊风味的菜肴，希望能给喜欢大胆尝鲜的朋友一个独一无二的用餐选择。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27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